等到哪一天你三餐不继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爱情根本就不值钱，连1毛钱都换不到。迄讲本现在，以为现在放弃发土，也还现在放弃有气口。不管我爸说什么，你带我走吧。救命啊！哎，是你啊！真巧啊！拜托啊！做嘛呢？按我念一下有办法。一拜咯，唔要很多个读书嘛的。哎，我讲南东年出下批发亲戚，给读书球吼，只想读书嘛，加个师傅对对吼，救肉吼，一天到晚讲啊。哎，阿姐，走得了，还没当中医啊，哈。以后得屁股啦，哈哈哈。你会错，我已经无法度再回去。哪会无法度回去呢？伊只不过是转来后头厝行行尔，谁敢无互伊转？阿母来找伊讲理。毋是安尼啦，阿母，我甲曹生已经行到这个地步，我就当作无迄个厝啊。在这里，我想要回房间，就是为了他。做什么？给我！